的线，也有个10几20块钱，对不对？买一个插座啊，买一个插头也要个2、3块钱，要买个普通插座呀，也要个10几块啊。我们这个自带线、自带插头，拿回家可以插上电源直接使用。啊，没有人做实验，来把这个水拿下来，还要表演节目。